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8，诗篇49篇15节安尼讲：独独上帝要赎回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为伊要接纳我。三甲来祈祷，赎回阮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大有权能、大有气力、大有权柄的至权上帝。天顶地下万物，拢是你所创造。竟若有活开的，拢是属于你。万国万民，拢要来学习你的大尊名，因为你是牵替阮学习甲尊重的活命主宰。你赐下你的恩典甲疼痛，互囡仔敬畏你、倚靠你，佮欢喜服侍你的人。主啊，受敌计谋要陷害阮，恶者的毒钩想要咬阮。虽然因四面包围，要攻击阮，总是阮也无惊，因为独独你要赎回阮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为你要接纳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。